你们是何人？竟敢抓我军中之人！久仰班将军大名，在下已在中州静候您多时了。中州，你就是叛军赵仲？正是在下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先把人放了，有事好商量。想要救他，那就请班将军跟我走一趟吧。将军，不用管我。好，我跟你走。我就前去探探他们的虚实。走。若想救人，备好粮草，我在中州静候。军师，不好了，将军被叛军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赵仲可留下消息，他说，若要救人，就备好粮食，送去中州。不行，此事应赶紧上报朝廷才是。等等，我有办法把将军救回来。什么办法？将守粮之人撤去一半，所有将士佯装出人困马乏的模样。啊！你且照办，我自有盘算。是。那我们干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等着便是。等着？万一他们等不了，把将军给……中州缺粮，将军是他们唯一的筹码。我们不动，他们自会来寻粮。张子，救将军！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将军，军师还打算用赵仲换将军回来，将军竟是多想了一步，自己回来了。将军，这赵仲留着没什么用了，不如一刀杀了，班师回朝，向朝廷复命。慢着！我本以为你与京中那些狗官不同，想不到天下乌鸦一般黑，都是演戏罢了。抱歉，我无法答应你不出兵去平乱，但是我愿分粮救灾的那些话，都是真的。我呸！张猛离火，走。好，走。没有第一时间去救将军，抱歉。他们可曾伤了将军？没事没事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那就好。将军怎知我在粮仓布了兵力？叛军的目的就是劫粮。军师如果连这都算不到，那还是请军师速回京城，别再跟着我了。将军不必赶我走，叛军首领已擒获，即刻攻城，明日一早便可回京复命。那赵仲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，在中州城内的叛军不过是一群吃不饱饭的百姓罢了。我不想攻城。那你想如何？我想用军粮救助中州城内的灾民。